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国会职权修法，日前三读通过，立法院增加三读修正的条文，送到行政院。行政院会讨论了后，认为修正的条文全部窒碍难行，就是有所阻碍，正歹进行。已经通过复议案，要向立法院来提出着复议。行政院长这个行政院来强调讲，这届复议的目的，不是要成全朝野对立冲突，是希望借着再一次审查法案，找出着上大共识。呈请总统核可后，移请立法院复议。行政院正式拍板通过复议案，国会职权修法三读通过，相关函文伫咧昨送到行政院。政院特别伫咧今仔日摆入院会议中，确定法条排进行。审议程序违反民主原则，立法院质询权、调查权及听证的行使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及侵害人民基本权利。根据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，确实对立法院决议的议案有记录，送到行政院10天内会当申请提批复议。根据时程推算，行政院上官必须爱伫咧14号进前提出，经过一暝官工审议，政院伫咧第一时间快速通过。本次提出复议的目的，绝不是要升高朝野的对立与冲突，而是希望透过宪政运作的过程，请立法院借由再次审议法案的内容，找出符合宪法与国家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。针对行政院的复议案，立法院必须要伫咧15天内做决议，若是超过时间，原决议就失效。复议时必须要超过一半的人以上同意，落尾由总统公布法案正式生效。我想我们对复议案非常有信心哦。国会改革的无法是国民党加民众党我们共同提出的版本，我们应该是人数上面是有过半的。赶快起来归赞成复议，只要6票就够了啊！看谁要当历史英雄。法条通过，敢会阁行实现的路，就看接落来如何发展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